各位旅客请注意，各位旅客请注意，10点30分开往大木野快车已经准备开了，还未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，还未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。啊！你我的情缘被阻碍，我日要来离开着故乡，来去他乡外里的所在。经过这款坚定约束的伊，为怎样哪无来呢？啊！剩10秒，剩5秒。上北的野快车已经要开去，心爱的迄个人为何无看见？只有是我台灯光照着阮孤单。寒夜的凄冷霜风，一直吹入阮心内。冰冷的手掂着车票，啊，伤心自泪滴。咱双人比人来阻碍，虽然是在故乡，袂知家情义。忍耐着满腹痛苦，决意到他乡，建设着美满前程，抱着快乐的美梦，亲像一款的情意，啊，怎样放会离？快车已开去，为何看无伊？虽然你放洒我也无怨恨，只有是怨叹命运。看破来离开，提出着男性意志，伤心自泪不愿离，坚心将伊放袂记，啊，怎样搁想伊？